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3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坚。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日当上强寒流，在县市发布低温甘仔式警报，包括阳明山、新北三甲、乌来等山区，嘛拢有落雪。总统当选人赖清德早起是专工去到立法院勉励民进党的新日鬼，今日国民党嘛提出国会改革方案。中央技师按说过年要罢工，有保险业者早就讲好，旅游不便险，若是伫咧罢工期间呢，无买卖嘛无买赔。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日当上强的寒流，气象署针对21县市发布低温甘仔式警报。今日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苗栗的山关是4.6度，今日伫咧新北三甲、乌来等部分山区嘛拢有落雪。离过8年了，新北市乌来山区阁开始落雪，叫落这原地规片拢是雪，无论是汽车、乌托邦或者是树仔顶，拢盖一片白色的雪。而且，毋但是乌来，海拔要甲900公尺悬的三甲的山区也开始落雪，规片敢若是银白色的世界。寒流来，全台湾拢正冷，水汽也偏多。气象署伫咧23拜2早起，对21个县市发低温的甘仔式警报。是北台湾的这一带呢，也有6度左右的低温。马祖、金门这边呢，也是一个偏向6度到10度以下的低温。澎湖呢是接近在12度上下。气象署表示，23离岛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连江县的马祖，透早只敢若1.5度。平地上低温度是苗栗的三湾4.6度，这是2023年立冬以来上低温度。全国地悬山拢传出落雪消息，不过24拜3日时开始水汽较少，将会变做大冷的天气。只若剩中南部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有可能落雪。高山上面的话，其实目前的气温也都比较偏低一些，所以说虽然几率降低了，但明天呢还是不排除可能在3000公尺左右的这种中南部的高山上面呢，会略微有一点点降雪的几率。气象署讲，这边立冬以来上强的寒流上低温度，比2016年暴风级的寒流还阁加3度较低，威力无遐尼强，不过也是正湿阁正冷。中南部需要注意早晚温差较大，提醒民众爱注意穿较少的。才袂去寒着，就要等到25拜4寒流减弱了，温度才会慢慢回升。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咧阳明山800公尺悬的李子坪，透早嘛有落冰球啊，甲落雪，真侪民众是透暝上山去看。阳明山的李子坪伫透早就落雪，即时温度大概是3度左右，雪是还袂扬。真侪游客上山来赏雪，有民众表示讲，早起4点外的时阵有落雪，有暴风雪感觉，真歹想象台湾有这款的感受。我们4点多从树林出门。是昨天就预习到就是会下雪，所以就对，我一直看那个2子坪的直播，看到地面结冰我们上来了。对啊。然后所以刚刚雪量有想象中的多吗？超多，1点多下来冰线，大概我记得应该4点半的时候就开始飘雪，而且车上就开始积厚厚的一层冰，对，然后一直到快5点天微亮的时候，那时候人超多，对，大概有70、80辆车一直，然后大家都一直尖叫狂叫这样子。对永德大道上山过关节了后，一路会当看到食物和河子顶头拢结冰的分裂，民众是真欢喜伫遐贴雪人。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和当地警察局有启动交通管制，若过管制点就爱挂雪链仔，若准无雪链仔，就干那会当到管制点，爱用步练的方式上山。记者综合报道。伫宜兰的太平山嘛，同款是落雪啊，差不多落3公分高，有不少游客是专工去哩看雪，车嘛非常的多。另外，伫咧阿口合欢山嘛，拢有小可落雪；伫咧明池园区嘛有结树霜。游客看到雪真欢喜，拢提起互相弹。宜兰太平山园区23透早开始落雪，雪有落3公分深，园区敢若是铺白地毯。真侪人开车要来山顶看雪，车队管制点开始排甲落长。算是第一次看到雪。感觉怎么样？非常棒，很漂亮，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这么雪白的一个雪景。雪景当然是太平山这里特别的漂亮。这里雪下的很高，现在大概有接近10公分了吧。太平山园区讲，管制点设伫咧园区内面的路，二转一线16.1K， 因为17.5K 以后的路拢结冰，若要开车起来就要绑车链啊。路面移专一线17.5K 以上至太平山庄
它的路面有积雪结冰的现象，在此呼吁上山赏雪的游客务必携带雪链。富源山、大雪山山区，还有福寿山落场，透早也拢落雪。因啊，明治园区虽然无落雪，不过温度有够低，也计潮霜，对天顶看规片白茫茫。民众用手甲车顶的雪口袋，规片田袂出敢秀一糖霜。这是思源埡口透早也落雪，有5公分深。寒流来天气冷落雪，民众来山谷看雪。像思源埡口第7甲线，23透早7点到24早起7点，限制有挂细轮仔的车才当行。轮仔无绑细轮仔，抑个慢车不准入去。面伫石木园区是自23开始有进行休园2天，要来民众爱注意管制措施，才袂加走一抓。记者综合报道。那各地山区拢咧落雪，伫咧桃园的复兴区、新竹的尖石乡，嘛拢是规片白茫茫。不过目前拉山部分的车路有结冰的情形，车轮仔是一定要挂铁轮仔才准上山。落雪路山顶一片雪白世界，民众真欢喜咧足雪。桃园市复兴区后山23透早3点外，成路比雪帅气到落雪，民众真欢喜咧爽雪、蹲雪人。民俗业者讲，比8年前迄一摆的霸王寒流，即摆落雪时间搁较长，量搁较济，也赶紧拍开水道头，防止水结冰，地势水管去别开。晚上差不多10点多就上来了，为了要看雪，晚上都没有睡觉，很兴奋。第一次在台湾看到那么多雪。在山上温度0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水龙头打开一点点，让它的水继续流，要不然的话，不管是水管也好，它都会爆开。桃园市风管处表示，复兴后山离顶一摆落雪已经是3年进程，落雪集中伫上巴陵，包含古木区、中兴隆路甲塔板山区顶。不过今年连下巴陵拢有南山的落雪，目前拉山、上巴陵有路面结冰的情形，车卡的骨，警方实施雪链管制。警方以桃园6线道7公里处实施道路交通管制，车辆未悬挂雪链，请勿山上。入冬上强的寒流发挥，加上水汽配合，台湾各地山区拢出现落雪情形，更欢庆民众热雪，也有新竹的尖石乡。我骑了差不多2个小时，刚好听说遇到这边下雪，就过来了。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雪，好不好玩？好玩，可以堆雪人，还可以玩雪。落雪考虑安全，尖石乡新光国小、秀兰国小等4间学校已经停课1天。目前玉峰村、秀兰村落雪道路封起来，禁止入山。华山分局协助管制措施，以免发生危险，请大家爱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看到，民进党主席、总统当选人赖清德早起是去到立法院参加民进党新科立委共识行，要勉励这新当选的立委。当然，国民党嘛提出国会改革方案，要求立法院的正副议长选举投票都要徛名，总统嘛应该爱来国会报告。民进党主席、总统当选人赖清德23早起到立法院出席民进党新科立委共识行，听出民进党新科立委各方的意见，表示未亲信劳指导期或者是操盘，未来就任总统以及国会保持中立的态度。赖清德致辞时也提出3点勉励：第一，要做国家政府人民之间的桥梁；第二，不忘初衷，专业问政；第三，要甲党团共同合作，推动国家发展目标。5望要上任的新科立委爱加读册，高鼓励家己已经伫立法院，将来都无去应酬，连唱卡拉 OK 拢无去。有多届的经验的立法委员来去学习，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所以这个共识云，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承的一个机会。2月7日，新科立委报道宣誓就职，帅气的国会龙头选举也是重头戏。这时阵，国民党也提出5点国会改革方案。第一项就是立法院正副议长选举爱记名投票，甲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正做常态，推动国会调查权甲听证权，制定表示国会罪等等。会邀请总统赴立法院进行国会报告、国情报告，而且要将它常态化。
进前，民众党提出4项国会改革主张，不过国民党这摆无卡到立法利益回避的规范，加相关经费的使用。所以去立院是不是拿白合？罗志强回应，政党主体性部分应付良性竞争，各自提出上好的法案达成共识，到底修法推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央技师已经摕到合法的罢工权，按算过年时啊要罢工，有真侪间的保险业者早就先讲好履行不便险，若是伫咧罢工期间呢，拢总无要买，嘛袂甲你赔。今日履行商业同业工会是呼吁，罢工的有效期应该延长到1个月前就要公告，减少对旅客伤害。疫情过后，出国旅游的人愈来愈多，多是休寒期间，桃园机场各是排甲长路路。不过，长用技术摕到罢工权，无排除伫春节期间来罢工，有计划要坐长程的旅客，至少感觉真无奈。未少人有被旅行不便险，到底技术罢工是不是应赔呢？保险专家点出，买时间点是上关键。如果说这个公司已经宣布了罢工的话，那么之后所买的旅游不便保险就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在宣布罢工之前所购买的旅游不便保险就可以理赔。有保险业者透露，摕到罢工权，因公司已经发生纠纷。目前真一间产险公司拢要求业务人员，若是旅行不便险，要先问客户是不是会伫这段期间坐长荣航空。若是公司暂停受理，民众投保进前也要注意例外条款。旅游业者表示，若罢工，旅行社爱替旅客安排加大3顿，航空公司应该负担这笔钱。就像是之前在华航的罢工事件当中，华航它是旅客就是理赔的那个上限，赔偿上限是1个旅客上限在250元美金，那实报实销。过年是属于热门时段，机会因公司就会难求。李记甲希望交通部因股中协调，万一真是发生罢工，第一时间应引导旅游业者安怎处理后续。旅行商业同业工会也呼吁，航空工会应有过1个月以后要罢工来表达诉求。各个有过期要限制，大部分是用一定期间以上，尽量减少对旅客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台电是公布去年全国主体甲各中国小省电的成果。去年是拢总省超过18亿度的电，差不多是45万户规年的用电量。今日风力发电嘛是第一届来到203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另外，针对电池敢要起，台电旧原是讲迄句，但审议会了后才个决定。去年全国省电18亿度，台电今仔日阁公布去年省电的成果，包括主体甲各中小学省电拢总超过18亿度，等于是甲45万户家户规年的用电量省起来。电能的销售量去年就达到快2万多辆哦，哇，它的用电量是增加的。所以在增加用电量情况下还能够节电，其实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目标。18亿度大概可以减少90万吨的碳排放。除了希望今年省电量再再创下新高，风力发电嘛有真好的成果。最近受到东北季风增强，日风力瞬时发电量头一届超过200万千瓦，上悬的纪录有到203.7万千瓦，突破历史新高。我近4台恒大遐土炭机组满载发电量。不过，台电累计亏损有到3820亿，引发外界烦恼电钱可能会过起。台电嘛做出回应，台电必须要检讨我们的财务的状况嘛。那最终电价的审定就是透过电价审议委员会。近2年来，我们的燃料都是超过6000多亿了。那跟还没有涨之前的不到3000亿，其实2年都增加3000多亿。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造成我们财务困难的主要的原因。你不应该找民生开刀，也不能找中小企业，尤其那些小吃店。那你只要找他开刀，把电价一调整以后，他一定找所有的消费者开刀。这样子衍生下来的话，那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上总呼吁台电重新思考能源的分配，才当避免热能甲天然气大大影响台电发电的成本。因为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是真大，加上基本工资阁起4%，若不离这个时阵电钱阁起，恐惊物价就阁爱起一波。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天气冷，卖火锅的生意是上佳好，不过鸡卵的需求嘛大增加。即马两项工会是决定，鸡卵阁要起2块，挂价一斤是起到50块，明仔载开始，产地介绍一斤卖到40块半。
规两一张一张搬去的货车载好了，工作人员不再确认数量，准备要出货。因为天气变冷，餐饮、火锅业者用量增加，再加上这礼拜一开始，规两个批发介绍，每一台均要起2块，和规两个订货量增加。现在是以餐饮业比较多，大概多个1成2，就本来假如说今天需要送1箱蛋，它变成多加1箱，或者是变成3箱。目前保守看起来应该是持平，会有一点缺，但不至于到像去年那种大范围的缺蛋。业者讲，自11月初到顶礼拜，规两个介绍甲产量拢算稳定，不过伫咧天气变冷，销售增加。距离过年前，规两用量会增加，再加上寒流来，惊讲过若感冒会袂生冷，拢会影响到能量。自2日开始，规两个批发介绍，从一台均48块起到50块，重新徛起哩50块的关卡。2时开始，产地介绍也自一台均38块半起到40块半。正经寒，伊嘛会减产啊，收果多啊，食袂落果嘛会减产啊。大选的时，叫你动员，较无人咧处，较无人咧用啊。即嘛过来已经恢复正常了，较正常伫厝内咧煮咧食，就你就会用较多啊。黄永珍表示，伫过去几个月，规两个介绍虽然有回滚调降，不过饲料是无降价，应该爱尊重市场的机制，应该起就爱起。唔通看到介绍有变动，就认为是放太介绍。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今年到今，敢若是伫咧台北市取缔过路人违规，就已经超过2400件。今日伫咧昨暗7点多，伫咧树林是阁有一个75岁妇人人出门咧倒粪扫时，那亲就是无行伫咧过路线顶头，去互机车弄到，不幸死亡。现场看到一台奥多拜飞倒伫咧路的车卡破去碰甲规死过，内车道的车道顶头更加是规拢废掉。伫台北市树林发生一件死亡车祸，只是听到救护车的声音而已。我以为是天气冷了，大家心肌梗塞。而且我觉得有一些老人家他们都不过斑马线，我常常看到。车祸发生伫咧中城路，车来来往往真多。现场也看到真侪民众无行斑马线，直接过车路。警方调查是有一位70几岁女性，2日暗7点多要过车路去倒粪扫，敢若是无行人行道，直接过车路，互一台奥多麦弄到，当场无产气心跳，送医了救袂大。因若骑奥多麦人经过检测，并无啉酒。行人的部分可能有涉嫌违规穿越车道这样，机车主要就是未注意。可能有未注意车前状况的部分，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厘清双方的责任。虽然车祸的原因也搁会调查，不过警方统计，敢若是台北市今年到即马才20几天，此地行人违规就已经超过2400件。其中就以行人不依标志标下号志指示穿越路口，或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等违规居多。除了从红灯上多，警方也搁讲，无行斑马线直接过车路，也是常常看到的行人违规。所以希望大家唔通贪紧过车路，因为违法可会造成家己性命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高雄有一间老人关怀协会所设的长照单位，技术是改保服务人员的人数做减少，去查领政府9000万的补助，嘛阁有员工来指控，讲薪水强乱扣，卫生局已经咧查。今日劳工局是表示，已经有查到长照单位薪水无缴付。已经有发，而且嘛有公布是倒一间啊。高雄工商区这栋透天厝过去是某一个老人关怀协会附设的长照机关，如今扛棒已经拆掉，不过互人指控机关有涉嫌来诈领到政府的补助金。多少个居服员进进出出啊？不一样的面孔，可能10来个吧。有10来个。市府社会局月初伫咧官网来公告，这个老人关怀协会已经解散。不过员工指控，因的居服员敢若7个人，说互福报甲15个人，负责人阁甲厝内人当作是人头，2档内底骗着政府9000万的补助金，嘛欠着员工的薪水。违反了劳基法第22条。那我们已依法裁处2万元，同时公布该事业单位的名称以及负责人的姓名，并要求限期改善。劳工局表示，因确实有欠薪的状况，已经开发而且公告着名字，目前怀疑这个协会有解散了后，又搁改名重新来经营。这间甲我这间，迄头家娘共啦。阮迄个厝头家就是
在做长照的对。 警方防指控的另外一个协会地址来查证，无人伫个，真侪届敲着登记的电话嘛无人接，伫个结果进前无摕到回应。毋过卫生局讲，这个机关经过比对，有伪造不实服务记录，还佫有申请不实的费用这个状况，已经转案移送互检调来侦办，而且依法会来追讨到这个费用，已经甲因解约。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强报道。 连续4年，台湾十大性加情感教育局新闻宣布，2023年十大新闻出炉，其中 MeToo 相关的新闻就占一半。竟然有差不多56%也未结婚的，事实上是真想要结婚、想要生囝，不过是找无对象、经济歹，这是今年排伫咧第1名的新闻。 台湾去年逼出真侪MeToo的争议，加速性平3法的修法。性教育协会甲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指出，这是台湾性平运动自动性婚姻合法了后新的重要成果。不过比起修法，更较困难的是文化的改变。包括如何改变过去纵容加害人的文化，真正在校园、职场、社会建立性别平等意识。 MeToo 的争议嘛显示性平意识的不足，两个协会拢认为，除了立法约束以外，嘛要讨论教育的层面。伫即摆课纲落实适合学生的情感教育甲性教育，能够实践课纲的条件，我们需要政府给予支持的环境，能够去促成。 2023台湾有13.5万人出生，搁再创新低。台师大助理教授高尚敬表示，政府抢救少囝患20年煞无效的主因，是政策干那注重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煞袂记咧关注无结婚的族群。即马就必须要紧正视少囝患背后的文化差别，导致我们台湾少子化不是大家不生，能够生都生了，而是什么结婚的越来越少。 56%也未结婚的人想要结婚生囝，却因为找无对象、经济条件不俗，少囝化恐惊会愈严重。即马正做2023十大性甲情感新闻的第1名。学者讲，无结婚生囝嘛无法度谈恋爱的人，就要为学习经营健康的亲密关系开始。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到底是冷也是热，敢会有风雨，是咱大家逐天拢真关心的代志。咱气象署最近有甲工建议合作，最新启用一间气象机器校正实验室，未来当透过新设备，会当加强气象的准确度，尤其是面对气候的变迁，咱才会当正确、快速的防灾。 农作物若要爱好好成长，就要控制温度、湿度。船只出海嘛，就看天气风速。才会拢爱运用出机器，咱才会当知影正确的气象资讯。为着要增进国内气象观测资料的品质，气象署和工研院合作去做全新的气象仪器校正实验室，提升国内气象仪器的精准度。 它是一个品质保证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从这个校正实验室出去的每一台仪器，它都会符合某一种特定的标准。那你的仪器是符合特定标准的时候，你的量测的资料它才能有一定的品质。那你有好品质的资料，在后面未来相关的应用，不管你是在譬如说气象的后面的监测啊，或者是预报啊，或者是历史的资料的记录啊，这些东西你才能够确保它的品质。气象仪器校正实验室建强分6类，包括温度、湿度、雨量、风速等等。气象署表示，虽然自1988年开始都有成立各种实验室，但是35年来设备已经真旧了。尤其若要因应未来的气候变迁，透过这摆换新设备来确保气象观测的精准度，咱才通正确防灾。 全球暖化嘛，气候变迁损失的不是只有经济财产，还有生命安全啊。那我们主要是在整个一些软硬体设备的更新提升，然后还有一些量测范围的扩充。 新的实验室伫各方面都有扩大牛测的校正范围，比如风力的校正牛测，对11级风提升到17级风，差不多是去年中度风台小肯的风力。未来实验室唔但会当建立气象仪器校正的标准作业天数，也通协助国内气象牛测产业伫咧国际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记者卢尚如、郑准由新北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看中国的新疆阿克苏地区，透早是发生规模7.1的大地震，深度是敢若22公里，连伫咧700多公里外的首府乌鲁木齐，拢有感觉哩桥。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超过200届地动尾，传出灾情，尚无3个人受伤。
伫咧强烈地震过了，成功病体包括已经甲厝内壁面拢损害较真严重。强烈地震来的时阵，厝内吊灯甲摇椅也摇害害。成功的阿克苏地区五十馆，当地时间23透早2点09分，发生规模7.1的强烈地震，深度22公里。包括离震央760公里外的首府乌鲁木齐，也感受到正明显的摇害。连带影响附近的哈萨克加吉尔吉斯。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о уже более 10 авторшоков. Из них наши жители ощутили только 2 авторшока. Сейсм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идут на угасание. Никаких поводов для паники. 伫震央的乌什县5公里范围内，海拔高度超过3000公里，方圆20公里的范围内人口正少。强烈地震发生了，共发生超过要到200遍规模达到3以上的余震，上强的余震规模达到5.3，已经传出一寡灾情。当地温度即马即个摄氏零下11度。中国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已经启动救灾机制。根据中国地震网的资料，这边震央周边200公里范围内，伫最近5年内发生3级以上的地震，总共有166遍。震度上大的地震就是这边。天山地震带是伫咧中亚地区，是新疆的5大地震带之一。平均差不多7年会发生一遍规模7以上的地震。上亚军的这边是2023年2月23，塔吉克规模7.2的地震。中国伫最近连连发生强烈地震，像去年12月18，中国甘肃省就发生规模6.2的地震。总共造成151个人死亡，980人受伤。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除了新疆的地震，昨伫咧云南嘛发生土石流意外，目前已经有11个人死亡，统计有18栋的人家厝互砍掉，47个人失踪。白雪，目前现场的气温呢，大概已经是低于0度了。到了晚上，有可能是降到零下3、4度了。土石流发生迄当中，有60个人被活台，当局全力开挖搜救，不过温度愈来愈低，愈歹救。我们还面临着其他的难度。一方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现场的滑坡体不稳定。专家讲，初步看起来是顶头正低的山壁崩落。范围差不多100公尺宽，60公尺悬，平均的高度有6公尺，崩落量差不多5万立方公尺，伫30度的粗坡下来。主要是以季节性的降水为主，融雪融冰，季节性的灌溉，水库的库水位升降。这边土石流发生的原因也唔知，专家提醒讲，有像这种地形的高风险地区，水土的保持是正重要。这么灾区正依照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部署进行调查加监控。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澳洲前一阵仔宣布停止黄金签证的计划。也就是讲，海外投资者一旦用投资1亿台票换到永久居留权的计划，即马会改做发技术移民的签证。黄金签证计划是澳洲政府2012年的时阵开始办的，本地是要啥人来投资，落尾煞害房地产受到影响，而且来申请的人有85%是中国人，所以澳洲变做是中国虎牙人移民的所在。即马这个签证取消，嘛等于是甲中国虎牙人移民澳洲的人拢撤互长。那是伫咧台湾，美国嘛受到官人风暴影响，过去1礼拜都有将近90人因为假军来死亡。美国有2/3的国土拢咧落大雪，地思讲这百姓开烧气的电量是创下历史新高。另外，澳洲也受到伊莎风暴损伤。爱尔兰都柏林机场有900座的机班是隆重取消。见到周围堆满用买一个人管的雪，拢是好清除了后，暂时放做一堆积雪。受到极地寒流影响，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密西根市落大雪，积雪量达到将近90公分，和市府宣布进入落雪紧急状态。民众为着堵雪，几日间无法度困得好。
It's everywhere. People are blocked in. Can I say crazy, but with the capitals? Yeah, I've been out 3 days with no sleep. 美国2/3的国土出现极寒的气候，一直落大雪透强风，互家庭甲企业用作取暖的电量创下历史新高，还有数万人无电通用。田纳西州的曼菲斯有真侪水管，互冻甲闭开，造成差不多40万人爱煮水才有水通啉。各州群嘛陆续传出寒死也是相关事故的死亡案例，其中死亡的人数是田纳西州至少25个人，俄勒冈州至少16个人上济。加温后墨西哥湾沿海地区，为德州东部、加路易斯安那、到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州的大部分地区，加佛州、乔治亚州的部分地区，拢发布严寒警报。密西西比州的气温受到强风影响，可以降到零下27度。如果极冻的天气会继续到24为止。极端气候影响的，还有予伊莎风暴侵袭的欧洲，其中多数国家爱尔兰头一个受影响，因为强风暴雨，当地都柏林机场21个航班大乱，那停飞148个航班，还有27个航班无法度降落，35个航班改去其他机场降落。英国嘛受到风暴影响，到伦敦到克机场的航班，透风雨平安降落的时阵，引起乘客欢呼。当地气象局警告，伊莎风暴伫英国真济地区的风速上悬达到时速99英里，接近160公里，创下过去10冬到20冬来的上强风速。包括苏格兰、北爱尔兰真济地区拢发布强风黄色预警，不过伊进一步影响航空、铁轨路加道路的状况。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再来看花莲有一个55岁适龄的查甫人，去互发现讲人倒伫咧车边啊，叫袂精神。警察到位才知影讲，原来伊是啉烧酒醉才跋倒。嘛烦恼讲这马天气遐热冷，恐惊失温的状况，赶紧先叫救护车甲送医。一名男子因不胜酒力，倒卧在玉里镇联明街9号之车棚。初步检视，男子外观并无其他伤势。由于连日气温骤降，遂立即联系家属。为家属皆不在本地，无法前来接送。本所同仁发挥同理心，生怕民众因此失温，便立即通报玉里消防分队送医治疗。各地出动寒流救护，根据统计，全国紧急救护乌卡的人数，干那这3天都已经有241件。敢是甲天气冷有关系，佮犹太调查。不过消防局也是提醒，尤其是厝内有时大的，爱更加注意，莫去寒着。有心血管病，就一定爱穿好烧。表弟有在玉里吗？寒流咧来，高雄今日一下就降10度。寿山动物园嘛提早替动物斗电火破单啊，互因气烧。园区嘛有特别注意，亲像绿菇等等这的变温动物，互因会当温温暖暖度过这波寒流。有寿山动物园公托性称号的乌熊宝贝，觅伫壁边困，寒流予高雄气温降10度，但对原本生活伫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台湾乌熊来讲，大使算凉爽长好困，但嘛有袂少动物寒甲冻袂掉，就伫笼舍门口，还是壁边避风。帮他们加保温灯，然后还有会装布幕帮他们挡风，然后一些室内宿舍比较怕冷的，我们会收进去，然后有些隔离宿舍门会打开。动物园提早为动物做好保暖准备，像魏德胜新电影的红毛猩猩咪咪，摸着保育员准备的毯仔行来行去，不时甲朋友揽做伙。来自热带的鹿居专客伫暖顶下骹。高雄今年冬天日夜温差动不动就接近10度，鹿居顶变温动物更加需要注意健康状况。像冷血动物，它们就会随着那个环境温度，它们的体温会有升降。那所以我们都会特别注意到这些的爬虫，特别是爬虫类。然后我们就会特别交代同仁说，像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动物的它的活动状况。长臂猿伫半空中海来海去，囡仔欢喜徛伫玻璃头前雨冬。虽然天气真寒，长臂猿浮梦顶动物耍真活泼。园方嘛将部分展区的笼舍大门开的，让动物随时会使转去笼舍保暖，确保动物会使健康度过这摆寒流。记者陈环武、柯正俊高雄报道。那讲到专门咧走宜兰、花莲往回国光客运甲嘉马兰客运，因为载客少，一直咧了钱，决定对3月开始停驶。另外，首都客运甲台北客运嘛拍算对明年开始要甲北环线收起来，这重逼会去大大影响到东部的交通。
这是国道客运花莲转运站，单位宜兰来到这的巴士，另外旅客无几个。面对3月初1，嘉马兰客运甲国光客运联合营运的2021宜花线会停驶，有需求的旅客要是希望会当搁考虑一下。宜花这一条路线大概有5个班次，那3月1号以后会试办的201班次会停驶试办6个月。其实现在蛮多地方都是因为营运亏损的关系，然后所以有停驶的状况出现。我觉得可能必须要政府介入。国道客运从苏花改2020年通车了后，有4间业者加入台北、宜兰、花莲线的营运，载客量一直拢无法度提升，主要的原因就是游客因为烦恼塞车，所以选择火车，加上苏花改承载收入放起来，所以平常时的载客量敢若有1-2成。有时候都空车，有时候都1-2个而已。公路局为什么当初花那么多钱，上面只盖1线道，对不对？你盖1线道，你再怎么样还不是一样塞？所以大家宁愿搭火车嘛？对啊。除了嘉马兰客运甲国光客运宣布宜花201线停驶以外，首都甲台北客运的北华线、15800线甲1071线，嘛按算明年无要继续营运。业者小连续退场，外界真烦恼，安尼会对花莲的运输造成影响。在这个搭乘客运的这个意愿上，确实是比较低落。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跟主管机关公路总局，还有台北监理所来了解，是不是有一些因应的对策。台北区监理所表示，目前还佫伫咧收集各方的意见，收到业者的申请了后，会以民众的角度来加强沟通。若各间客运公司是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伫咧苗栗后龙梁定里的居民，今日是去到当地一个废弃物设施转运站的预定地控机，讲绝对袂使互专载有毒废弃物的货车伫遮咧出入入，要求就要撤案。不过，县府是强调，未来敢若有处理一般的事业废弃物，而且会依法审查。60位民众伫咧风雨当中行去街头大声抗议，因拒绝长裕环保公司伫咧苗栗县后龙镇兴建废弃物设施转运站。去年底抢风举办地方说明会，已经表达强烈反对，但是苗栗县环保局有愿予业者保证定时，因烦恼有毒或者是放射性的废弃物入场，污染水源，也影响到附近国小学童的学习环境。他们所有的集数说。地方很支持，然后呢，我们这些里民都没有抗议，我们这些里民都完全同意，然后最重要、最可怕的就是110年的1月份就启动了，地方完全不知道。这倒去倒落一定会有声，而且学童要安怎读册咧？自救会表示，业者为2021年开始陆续买8笔的土地，申请变更为特定目的事业用地。因批评环保局的公文竟然讲申请案符合当地的需求，烦恼官方放水。不过环保局强调，目前敢若是兴办事业计划审查阶段，总面积是3483平方公尺，转运站无需要环评，未来只会有一般事业废弃物入场，2公之内就会转出，县府会依法来审查。环保主管机关的权责就是说，这各相关主管机关也是大概会类似的，就是如果说在我们主管法令上的这些设施，原上我们会表达原则同意的意见，那但是它还是要符合各相关主管机关的法令规定。我觉得法规上面可能要稍微修正，说废弃物储存的设施应该要用更低的规格的状况底下，就应该要环评，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民众才有办法信任政府。业者这个进前无对外回应，环团是认为，就算讲无需要环评，但是县府应该有一套严格的把关机制，降低民众的疑虑。自救会是强调，环保局若是无驳回专案，未来会发动更较激烈的抗争，守护环境。记者苗栗报道。虽然即马天气是真冷，不过伫咧台东也是有人咧违法去到布山渔业保护区去掠水产。保育志工昨暗是一路监控，一直到透早4点左右，当场去查到一个查甫人违法掠超过20公斤的野生水产。1月23号凌晨，台东的海基啊，半暝温度敢若10度，要是有人唔惊寒，冒生命的危险去富山渔业主管保育区非法掠水产。外村13大队接到保育志工的通报，伫河边用热显像仪监控6点钟了后，透早4点外会动当地保育志工。查到民众非法用网啊等等的工具掠海狸甲野生龙虾等等的水产，数量是袂少。清点了后，甲伊放倒去保育区。
还有龙虾。直到今天凌晨4点，发现该名男子返回案记，且违规采捕事实明确后，立即进行取缔。现场查获违规采捕渔获，既有龙虾、螃蟹等水产动物。富山渔业资源保育区的职工讲，当场查到的海产拢是渔业保护的成果，不过捕猎到的人拢讲，因唔知影这袂当猎，这款行为是真恶质。他是说几乎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说不知道这个区块是保育区的啊，但是这区块已经运行很久的时间了啊，那都是我们当地的志工努力的努力之下啊，才有今天这个资源。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03划巡队强调讲，富山渔业资源保育区在19年前就有公告禁止猎野生水产动植物一直到达，民众违法的事情明确，相当会当以渔业法罚15万，呼吁民众唔通违法掠水产。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若捌食意大利的炖饭、控饭，有时会感觉食起来定定煮无熟，这可能是因为无用到正统的米。讲到这意大利炖饭，这专用的米，进口的1公斤都要200块。不过即马花莲农改场有开发出一种花莲26号米，就是一款台湾本土种的，专门用来炖饭的米种。加各种色水的大洞啊，放起哩顶悬，意大利风格的披萨就完成啊！意大利料理无神奇，不过其实这意大利披萨炖饭，拢是用台湾新品种的米水稻花莲26号做的。农业部花莲农改场讲，这种米就是为着炖饭开7年的时间研发成功的。所以我们花莲的26号有刚刚那3高的特色。第一个特色，我们就是米粒大又胖，耐煮不失败。花莲26号它是中质链淀粉。烹煮之后呢，它颗粒分明，不糊烂。最后就是花莲26号有一个高比例的新白，因为新白比例代表米的中间它有更多的空隙可以去吸收汤汁。用来做炖饭的米爱耐煮袂烂，长时间炖了后食起来阁爱 Q。台湾原地无生产这款米，每年拢爱进口超过100公吨，每公斤200块的意大利米来供应国内的需求。现主时间发出花莲26号，已经技术转移给厂商，互因甲农会拢摊贩卖，以每公斤166块的价销供应给餐厅。意大利的米我们已经卖了很多年，但是其实它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适口性的问题。那花莲26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我们台湾很多人在吃炖饭的时候，尤其会讲啊，这米心奈无讨了。我们富里的农民能够有更多特色的品种来栽种。企业代表甲农改场拢表示，希望花莲26号通伫国内推广，特别为意大利专工进口，若省运输成本，买当减少运输产生的碳排。才在地国通爱地球，农会也希望未来花莲26号通继续推广，往海外市场发展。记者龚正随台北报道。新冠疫情也咧拖，台南市今年到打，就已经有7个死亡，过半数拢是坐伙人。台南市嘛扩大宣传，提醒大家都要紧去注预防针。其中 XBB 的注射率已经达到6%。就算寒流到地，台南安南区的卫生所头前有关真侪人咧排队。不管是做新冠疫苗、流感疫苗，或者是做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拢是为了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底下排队，足侪人咧做，大家拢足想要保护家己的。不管是流感或者是那个新冠的，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保护朋友。目前的话，因为加上今天天气开始变冷哦，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安南区卫生所目前挂号已经挂到200多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最近新冠肺炎的疫情有乐观的趋势，有一寡国家已经开始实施较严格管制。那台南今年1月已经有7人因为为着新冠肺炎过身，其中一半以上是时大。为着卖互疫情个拖，市府嘛呼吁民众爱注疫苗。那以台南市来讲，我们从1月到现在已经有7个人过世了，那将近过半的人都是年长者，因此我们还真诚的很希望说，各位长辈、各位好朋友，不管是你是年轻还是年长，就赶快来施打。疫情退烧，佮加上过年时人潮来来去去，增加病毒传出去机会，恐惊会达到疫情的高峰。根据台南市卫生局资料显示，到2日为止，台南市新冠 XBB 疫苗注射比例已经达到5.85%。注新冠 XBB 疫苗是重要关键，会当保护家己较袂去围着，呼吁民众就爱赶紧去注。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
继续来看中华赖和文教基金会举办读册会活动，希望让学员了解赖和的作品有殖民时期的批评，加对土地关怀，让大众对赖和的作品当中了解当时的台湾社会。啊，无毋是霸咱食咱，家伙乃愈来愈大。学员读的是赖和1926年左右写的《互会》的内容。讲述当年文化协会想要推动文化运动，但是却得不到部产阶级的信任。赖和利用火车来对话，点出无共阶级的分歧。赖和文教基金会为着让民众更加认捌赖和所写的台湾，特别举办读册会活动，安排无共主题的文章，和学员互相讨论。看到伊的文章里面，知影伊关心的百姓迄阵啊当时的生活，看到讲因为伊进步思想一面。以前的人拍拼，想要爱的幸福时代，毋过即摆的人无一定会珍惜，还是讲无一定会知影讲我享受的所有的自由甲民主，有当时有足侪牺牲。读册会这节课的主题是新文化协会，有赖和的五人、阿树、互会、前进4篇文本，阁有陈翠莲老师的自治之梦。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读册会活动，勾画民众甲文学的距离，为文学熟悉台湾历史。虽然讲这是100年前的社会事件，还是讲文章，但是咱咧读的时阵，嘛是会想着家己的人生发生过的代志，所以这个读册会嘛是要让大家知影讲，文学就是和咱生活生命就是真活的代志。主办单位表示，读册会学员拢是来自无共年岁职业的民众，共同用文学来认捌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嘛，毋望大家毋若读赖和，可当透过互相交流分享，关心身躯边当日发生的代志。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公视台语台上新的歌舞秀节目《欢喜来 Party》，嘛是台语台头一档开放观众来参加录影的综艺节目。按算过年了后，就会来播出。大伦甲阿新两位主持人伫台顶唱主题歌，台下有真侪观众朋友共跟倒落来。这是台语台上线节目，目前伫南部中心开始录影，要将过去歌厅秀的表演搬到电视台。然后笑会短剧、唱歌比赛，头集节目就邀请王彩华等等艺人表演，阁有兼甲观众互动，所以录影现场真热烈。啊，嘛有唱歌，吼，啊嘛有迄个。嘛有比赛，嘛有比赛哦，吼啊叫咱台湾民间的这个歌手来过招，所以会当算讲是非常的澎湃，非常的精彩。音乐性嘛有啊，娱乐性嘛有啊，戏剧性的嘛有啊。公视台语台上线的综艺节目《欢喜来 Party》，嘛是台语台头摆开放予观众入场参与录影节目，让南部的观众唔免去台北，就当亲身体验节目的录影。现场的民众拢真期待节目的播出。南部以前就少这种机会。当看到迄电视的录影啊，因为囡仔拢无看过嘛，所以带囡仔来看卖。因咧跳舞，我就想要动起来。谢谢，真欢喜的。欢喜来 Party 的节目，按算伫旧历过年了后会播出，未来开放予30位民众做伙参与录影。每一集都会邀请无共世代艺人来表演，观众会当规家伙仔同齐来欣赏。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英国有一个心脏保险家爱德华兹，近前有公布一份计划，讲要坐轮椅去出世，隆重要挑战333公里，希望会当替两骨侧损伤治疗，赚到1200万的善款。在零下230度的气温当中，逐天出世11、12点钟，而且有超过80公斤的装备行，搁伫雪地10营休困，一天过一天，一直甲完成333公里的目标。这是英国心脏保险家爱德华兹的新挑战，伊向大家有过新计划，是要为两骨损伤治疗募款30万英镑，合大票1200万。The furthest distance that had been done was 111 kilometres, but I'm definitely someone who is passionate about showing what is possible and pushing the line even further. Obviously, I'm relying entirely on my shoulders and my arms to do the hard work, but there's the risk of frostbite.
There's a risk of cold weather injuries that I may not know I'm developing because of my impaired sense of feeling. He's showing that you can go beyond your boundaries and that anything is possible with a spinal cord injury. And not only that, but the money he's raising, it offers significant hope. 真爱冒险运动爱德华兹2016年第一摆爬山坪当中发生意外，幸亏以下未叮当，不过伊决定继续冒险挑战，但是继续我身体障碍。The tough moments in life don't define who we are. 伊也用家己经验鼓励别人，把伫2022年7天内坐轮椅完成环过7大洲7场世界马拉松挑战，佮用这出赛环过欧洲上大冰坎，甲过丘陵船伫英国西景。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下晡晡天气车款，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8度至10度。中部地区8度至11度，南部地区9度至15度，东部地区9度至15度，外岛地区5度至15度。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志坚，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